深中通道開通目前已經快2年啦，就喺深中通道中山出口不遠處，有一個舒適約8300畝嘅溫泉濱海大城，約500米就到珠海，樓下有輕軌站，附近有客運碼頭，業主越嚟越多，入住率節節上升，呢度就係錦繡海灣城啦。試諗一下，以往無論大陸過香港，抑或喺香港返大陸，搭船轉車冇大半日時間，真係搞唔掂啊！而家我哋揸車從海灣城出發，唔塞車嘅情況下，大約幾十公里車程就可以直達深圳寶安前海，去深圳灣口岸亦都好方便快捷，或者經港珠澳大橋都可快速往返接駁香港澳門。未來深珠通道建成通車，規劃嘅出入口離海灣城都不過約1.5公里，屆時海灣城將會享盡3橋優勢，玩轉灣區完全唔成問題。更緊要係我哋嘅項目旁邊就係港珠城軌翠亨站，落樓即達，亦可選擇距離項目約2公里嘅珠海北站。無論前往澳門或是往返香港，經拱北口岸、港珠澳大橋、珠海公路口岸均可一條龍無縫接駁，輕鬆暢行整個灣區。自從港人北上政策開通以來，相信好多街坊都清楚港巴便利城。我哋提供直達港珠澳大橋、珠海口岸嘅直通巴，上車點就喺社區門口，落樓就上車。轉金巴返港早已經成為大多數香港街坊往返中港兩地嘅日常啦。正所謂路通則財通，喺海灣城呢度係見得到、享受得到嘅舒適便捷。揀海灣城揀嘅唔單止係一套房，係一種真正能夠實現得到嘅灣區生活。境外樓花買唔買？計過風險先好買。To buy or not to buy non-local off-plan properties. Assess the risks before you buy.